其實今日咧，我哋嚟都係慶祝咧人大對政改咧有一個決定嘅，因為過往我見到咧呢年幾嘅時間，政府成日提出咗啲方案咧，泛民嗰邊咧不斷提出一啲額外嘅議題，根本係扯開咗話題，譬如公民提名喺基本法入邊根本冇。中央敲定特首框架，泛民團體紛紛鬧爆。不過另一邊廂有建制團體就大唱反調喎，保衛香港運動大約50人挨晚喺特首辦外面集會，支持人大嘅決議。去到夜晚大約7點，佢哋打算去到天馬公園向佔中行動嘅公民發聲集會人士請願，但係遭警方拒絕開路。其後佢哋改沿夏慤道想進入去場地，亦都俾警方攔截。在場警員捉起人牆，又舉起警告牌，指佢哋未有向警方申請遊行，有機會被檢控。ONTV 多網電視新聞台報導。